嘛是有一个任务，就是代表公报社甲大家请安致吼。今仔是咱教会的文理事工主日，公报社长期以来得到大家的支持甲帮赞，吼，才会当推动真济咱手中摕遮个刊物吼。咱看咱的周报内底有叶更新吼，也嘛有平常时咱会用伊的时间讲读经。咧推动这事工的过程中间，就是需要大家来支持、来关心所以我代表公报社大家感谢。另外，搁一遍会当有即个机会，伫小会好意的邀请下面，会当甲大家做伙分享上帝话，这是我上界大的一个荣耀。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是充满快乐，互圣经的作者用文字记载落来，阮会当通过圣经上帝话，伫生活中间得到激励甲帮助。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的信息来帮助阮思考你的心意。求主修饰阮有智慧，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福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毋知大家敢有经历过上帝的大权能？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经历上帝的大权能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欢喜的一件事。虽然咱无一定爱经历真大的事，但是咱生活中间拢有机会去体验到上帝的大权能。只要咱有敬虔的心，用正确的方式去看上帝甲咱中间的关系，咱每时每刻拢会当经历上帝的大权能。我今日要通过咱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分享一个圣经中间所记载的神律，做伙来思考，咱要安怎去经历上帝的大权能，以及经历上帝大权能了后，咱应该安怎去回应？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一个自细汉就摆骹的人，伊被医治的一个神lid的故事。当伊得到医治了后，伊为着伊所领受的恩典来欢喜，来学了耶稣。这个故事带予咱一个真深的反省。咱伫咱的生涯中间，我感觉拄过圣经中间所记载即个大权能的耶稣基督，我敢捌经历过伊的权能。什么时阵，咱嘛会当亲像圣经中间所记载彼得甲约翰同款，会当确信耶稣基督性命的权柄，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帮助需要的人。咱先来看这个记载。这记载一开始，是彼得甲约翰做伙去圣殿要祈祷。犹太人一天是对早起时6点开始，到暗时6点来算的。所以敬虔的犹太人有3个真重要的祈祷的时间：早起时9点，中昼时甲下晡3点。虽然因承认讲任何所在拢会当祈祷，但是因嘛感觉讲，伫圣殿的院内底祈祷是对因来讲更加好。所以咱看见着彼得甲约翰，虽然因已经信耶稣，因嘛是甲过去同款，知影祈祷有权能，因嘛仰望甲过去同款，去甲圣殿的院内底去祈祷。伫东方圣殿的门口吼，
是一个真重要的地点。这是乞者上爱去的所在，因为这个所在是因认为上介好的位置。因为当时的人去敬拜上帝的时阵，当时因来对因的同胞更加慷慨，所以因伫遐会当讨到一寡帮赞。故事中间这个乞者，伊就是坐伫这个圣殿的一个叫做水的门的外面。圣经中间讲，伊逐工拢互人押到这个所在来。因为若无安尼，当时做乞者来，当时若摆骹有破相的人，差不多无法度生活，因只会当用这个讨钱的方式，求别人怜悯因。所以可能有一寡人帮助伊，将伊逐工拢来押到这个圣殿水的门的门骹口，互伊伫遐当求讨，嘛会当得到一寡帮助。这个时阵，彼得甲约翰，因嘛来到圣殿要祈祷。这个时阵，这乞者看到彼得甲约翰要行入去圣殿，伊照常就是对这两人，安尼用迄个刻薄的眼光讲，看你敢会当互我一款物件。彼得这个时阵嘛注意到这个人。伊就对伊讲：“你看阮，你看阮。”所以伊就自行去看彼得甲约翰，望会当得到一寡物件的帮助。但是彼得却对伊讲一句：“讲金甲银我拢无。”我想这乞者若听到这个时阵心就冷一半。我就是要来讨钱的，你讲金甲银你拢无。但是后一句却带来真大的愿望。伊讲，但是我要互你我所有的。然后彼得的，我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命令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这乞者可能无想到讲，竟然这个人会安尼来祝福伊。就伫彼得这个宣告式的祈祷下面。彼得佫进一步，伸伊的手来扶伊起来，因为这个时阵伊可能抑佫毋知伊完全比伊好，所以无动作，所以彼得就伸伊的手来扶伊起来。因为这个行动，这个摆骹的人，伊的骹骨开始有溃烂。这时阵伊就感觉伊心内有一个真大的改变，所以伊就跳起来，徛直。开始行路，然后搁一遍对因入去这个圣殿内底，而且一边行一边跳，一边阿拉上帝。咱来理解一个破相的人，根据当时的律法是无法度入去圣殿的。所以咱这自细汉就摆骹的人，这是伊第一遍的经验。伊过去拢伫迄个圣殿的门骹口。遐看，逐个人拢入去圣殿，伊可能伊嘛真刻薄讲我嘛会当入去圣殿，但是律法规定就是袂使。但是这是伊第一遍入去圣殿，所以伊安那一边行一边跳，一边学了上帝，互众人拢看见。众人一看见讲这就是平素倒伫迄个水的门外口咧人讨钱的迄个乞者。伊竟然好而且入来，搁伫遐咧学了上帝，所以众人看到即件代志，拢大公影，安尼学了嘛，对伊感觉感谢主。所以咱今仔日要对即个圣经即个故事来看见着彼得、约翰甲即个人，因共同经历着上帝大权能。那么理解为什么伊会经历上帝大权能，以及伊经历上帝大权能了，伊所做的回应。咱要分2段的礼拜，分6个主题。这6个主题，
分别是祈祷、听心、分享、行动、改变甲见证。咱首先先来看第一项，经历上帝大决定，就是一个敬虔的祈祷。首先，咱来明白这个新约发生的时刻，是一个祈祷的时刻。就伫祈祷的时刻，两名要去祈祷的人，因用祈祷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经历这个新约。所以，咱来明白，经历上帝大权能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祈祷。因为伫上界黑暗的时刻，就是咱迫切祈祷的时刻。大家拢知影，我2冬外前、3冬前的时阵破病。一开始迄个时阵，我受邀请，头去是受邀请去美国，做参与一个北美教育会的研习。伫遐分享伫疫情中间，教会安怎去面对这疫情的代志。我拢总有20日的旅程，要甲牧师娘真欢喜的出国然后阮去加拿大拜访一个亲戚伫迄个时阵加拿大天气较冷我过去拢毋捌有这个状况，就是讲，小可有唱片的时，就是有片有火，有迄个火势，我嘛无感觉奇怪，讲感觉可能是天气上打湿，较寒，等下到台湾的时阵，发觉讲，好像唱片嘛是继续有火势，迄个时阵我有一天我就感觉我这阿妈棍怪怪。伫遐摸介像有一粒，无偌大粒足细粒，差不多大拇指遮尔大的一粒，伫遐摸。这个时阵就有一个人出来救我，就是阮牧师娘，已经救我几十遍了然后讲，你上好咱教会双连教会有真侪医生嘛你着叫伊摸看卖反正也无啥物。对我迄阵是想讲无啥物货但是我迄阵有一个有感嘛，因为我的老爸就是迄个鼻癌过身的我会记我出细汉，我9岁时阵伊就过身我出细汉时阵，我就看阮爸爸，伊一直咧摸即个所在印象中敢会讲鼻癌才会肿起来。所以我就有来赶紧找医生摸，第一个医生摸伊就讲无搁等伊较大粒的看卖我就毋相信搁找第二个医生第二个医生是肿瘤科的伊一摸我看伊的表情，就安尼怪怪，伊就讲安尼，迄天礼拜我互伊摸了，伊就讲安尼我。帮你安排拜你，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咱做一个切片看卖，我拜你就去切片，我其实我拢无啥物感觉啦，无啥物惊吓，嘛袂艰苦，结果拜四的时阵，迄医生就拍电话来我讲，检验出来无好的物件，叫我拜一，佮过一个拜一。爱去病院住院治疗，所以我就开始治疗因为迄个时阵为着要赶即个过年前，迄个时阵是12月要赶旧个过年前因为过年前病院休困所以我就做一连串的治疗2个月的治疗。治疗的时阵我是袂感觉安怎，但是治疗结束迄一天开始的副作用开始产生我应该捌甲中间一寡人分享过，就是规个喙拢破去无法度食物件所以就是过年迄段时间逐个拢食青草的我足艰苦的
拢无法度食啦吼。食啥物连吞水都会疼，无法度吼。迄个时阵差不多一个月瘦25公斤啦，吼。所以即摆有苗条的身材吼。然后医生看安尼袂使吼，就是迄个体力拢规个拢袂使吼。迄个时阵，我对迄个双连教会吼，行去到对面的马街病院爱歇3遍，爱歇困爱歇3遍，我惊袂去啦。吼，到尾伊就讲爱住院啊吼，无顺利照顾我吼。迄阵因为疫情时间啦吼，病院袂当探访所以无顺利陪我吼。我迄个时阵心肝实在是真有真复杂的心情啦吼。我迄阵足烦恼的，我讲我即马破病破遐尼严重，未来要安怎？吼，虽然圣经难讲吼，圣经难讲爱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吼，凡事谢恩，吼，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底向恁定的旨意，吼。我读即段经文吼，我讲，我心肝咧想讲，哎哟，我即马破病破遐尼严重，未来要安怎？到底要安怎喜乐起来？吼，迄个时阵吼，无顺利嘛，咱安慰讲，你爱坚强起来啦，吼。因为咱迄富强教会魏鹏医生甲你相共，有若破共款的病，人嘛拢足坚强的吼。我讲吼，人魏鹏拢带新妇啊，嘿。我2个囡仔安尼，一个影嘛无吼。你看我未来是要安怎？所以足悲观的啊！这到底要安怎喜乐起来啊？吼！到底是要安怎喜乐起来？到尾吼，我就想到，过去我捌听过双连教会一个牧师的讲法，伊讲双连教会有一个姊妹吼，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吼，头起嘛无法度理解，迄个姊妹嘛拄着真困难的代志，吼，要安常常喜乐。吼，要安常常喜乐。伊讲伊咧读即段经文的时阵吼，突然有一个声来讲，即段经文爱倒边过来读，讲爱倒边过来读，爱凡事谢恩，然后不住祈祷，你就会常常喜乐。我迄个时阵较体验着讲，真正爱倒边过来读。我讲我即摆拄着即款的代志，我到底要安怎喜乐？我着想真济，爱感谢，爱感谢，要安怎感谢？吼，我着想真济感谢的理由。到尾想想，我真正讲我真正有来做好运的。第一，我是台湾人，因为台湾的医疗遐尼好，我若活念着别位吼，可能已经足凄惨的。所以我台湾人感谢主。第二，我即个病还阁有通医，虽然爱经过一寡过程，但是至少还会当医，还袂马上去就是性命的消失，第三，我阁有阮无顺利会当挖课，伊逐工老我管迄个鼻胃管安尼老管，一工安尼管6遍，因为我实在足艰苦的，所以拢一工来管8点钟，一工爱开3点钟去管迄个物件，互我安尼补，至少也会当存活落来。所以感谢主，娶到一个好某，所以先感谢了。然后我嘛知影，迄个时阵，双连教会甲富强教会有真侪人咧替我祈祷，我家己有哪爱祈祷，所以不住祈祷，大家共同来祈祷，所以即个时阵，迄
个喜乐的心就伫我的心肝内底产生。所以后来就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哪来哪好势。头起食米吼，会当食，但是无迄个味觉啦，失去味觉吼。所以物件拢咧食，我来无顺着讲吼，这物件拢足歹食，咱拢咧食迄个纸箱仔吼。无顺着讲，你是捌食过纸箱仔哦？反正就是我讲吼，足歹食的啦，但是应该是过半冬还是七八个月了，开始对迄个咸吼，咸的物件有感觉吼，食一点仔咸的，非常咸吼，开始的味觉的恢复一步一步就哪来哪好，所以这互我去体验着吼，大家共同祈祷所产生迄个力量。会当经历上帝的大权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你若要经历上帝的大权能，咱就爱透过祈祷甲上帝不断的沟通，了解上帝的心意。你就当了解上帝有遐尔疼你，伊会当互你的生命中间去经历伊迄款极大的问题。这是第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第二项，咱看见着，这个新约的产生，是因为彼得甲约翰对伊的疼心。彼得甲约翰，伊其实原本对甲这个人一点仔关系嘛无。逐工有遐尼侪人经过圣殿去祈祷，经过水的门去祈祷，可能真侪人看伊，有人互伊一寡施舍。但是无人会当想讲，我到底安怎去帮助伊？但是彼得甲约翰注意到伊，而且对伊有了怜悯的心。所以这互咱两项提醒。第一项就是，咱要经历上帝大权能，爱对四周围的所发生的代志，咱爱有敏感。然后，咱对需要的人，爱有迄个怜悯的心，爱有迄个疼心咱才会当才有这个新约的产生才会当经历上帝的大权能。我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阮一家搬去双连教会的时阵，双连教会是一个组织真完善的一间教会。所以真侪服侍拢有人咧做，阮迄阵就咧想讲，阮嘛这囡仔嘛是爱有一寡会当投入的服侍，这时阵无数年就看到一件代志，迄个时阵抑阁无人做，你讲双连教会有足侪迄个盲朋友，就是目睭无方便。看袂到的人，因拢会来双连教会礼拜，因若去双连教会礼拜时阵，你会看到有一区叫做盲朋友区，我记有一遍龙谦长老甲我分享讲，伊去双连教会去坐伫遐，坐伫盲朋友区，我四周围拢是盲朋友，有一个叫做盲朋友咧坐的所在，双连教会周报嘛有点字的点字的周报，对盲朋友真友善。但是迄个时阵阁有一件代志无人做，就是盲朋友因拢会坐迄个，就是讲因会叫车来教会落车了爱有人牵因去你楼顶坐电梯啦去楼顶，然后阁有人牵因去坐伫伊的座位顶面，即件代志拢无人做。当时阵都有看到的人来协助一下无迄个系统性的人咧帮咱，无顺哦，看到安尼，伊就鼓励牧师牧师，你看到这盲朋友咱来想看安怎来帮忙。牧师就讲，无安尼我就礼拜较早来，听下这盲朋友
落车的时阵，就来牵因去坐电梯，然后也是讲牵因去座位顶面会当坐的吼，帮因摕这手报，互因会当顺利来礼拜，吼。头起然后若礼拜煞，就来牵去坐电梯，落去个来牵去因要坐车，还是讲牵因去坐公车吼。头起牧师嘛是真欢喜的爱参与吼。咱其实牧师当去台北也毋知影路啦吼。有时牵男朋友吼，我男朋友来讲你带我去倒位吼？佮牵毋着啦，男朋友佮来讲你牵安尼敢无写着哦？因为爱对另外迄边哦。但是就是开始就安尼做吼。到尾吼无顺了，搁另外一个长老参详讲，无一定咱来做一寡即马礼拜日无咧服侍，即较青年社青的朋友吼，做伙来做一件代志吼。到尾因就组成一个叫做心手相连心手相连的一个服侍团队这个团队就已经组成来帮咱这男朋友，你看男朋友咧落车的时阵，就有人起来帮忙去你到楼顶的时阵，就有人来牵去礼拜到尾这个团队服侍就形成你看安尼祝福真侪男朋友祝福真侪人，嘛互遮个少年人伊有机会去服侍别人。所以伊嘛共同去经历着上帝大权能。所以我感觉这真重要。真侪新历的发生拢是因为咱对四周围所发生的这代志有敏感的心，然后对需要的人，咱有怜悯的心。所以对人的疼心，这是非常重要。对人的疼心，互咱有迄个机会，成做别人的祝福。嘛会当经历上帝大权能。接煞就是这段我要甲大家讲的上尾一点，就是你要经历上帝大权能，咱也有迄个分享的热情。咱理解看，这个新约之所以产生的第三个理由，就是讲迄个分享的热情。彼得甲约翰因经历上帝大权能，因亲眼看见着国外的基督，而且因伫五旬节的时阵去体验着迄个圣神降临的美妙甲权能，因就将伊分享出来。咱来注意，这边的分享的行动，毋单单是这个摆卡去经历着上帝大权能，彼得甲约翰嘛相款各一遍。去经历着上帝大权能，所以这个权能毋是简单，这摆卡的人去经历着。彼得甲约翰嘛，搁一遍见证，去体验着主的权能，甚至当时阵入去圣殿的人，大家共同去见证这个上帝大权能。咱来理解，彼得对伊讲：金甲银我拢无。我只有将我所有的互你。照你讲，人要去圣殿最少拢会带钱去，因为圣殿一定爱奉献嘛。但是我相信彼得可能有一寡钱，但是伊真清楚明白，这个拜卡的上界需要的毋是金钱，是耶稣。所以。伊甲因分享对耶稣来遐个能力，分享是经验上帝大权能的一种方式，毋是干那被分享的人会当感受到，分享的人嘛会当感受到。而且咱来注意，彼得甲因分享的是迄个上界重要、上界宝贵、上界有价值的，就是互人得到救的福音。这就是咱要学习的。咱若有机会，咱就爱对人传讲福音。我会记我有一遍，伫富强教会的时阵
我有一遍受总会车派去参加迄个一个世界传道会伫马来西亚所举行的一个演习会。阮一车拢是基督徒，咱在马来西亚吼，那马来人无法度做，因生落来就是回教徒，要改信足困难的，那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较有可能真做基督徒，比较较有可能，但是嘛是真困难，但是阮一车拢是牧师。拢是传道者，坐游览车，迄个导游应该是一个华人啦，伊甲阮解说阮整个的路程，然后中间就有一个牧师来问讲，你敢捌耶稣？你敢有信耶稣？伊讲无呢，我无信耶稣。迄个牧师看见就讲。规车尔，即个无信耶稣尔，就开始大家一句我一句，你一句就来讲我信耶稣偌好诶，大家伫面头前做见证大家就一直来鼓舞伊嘛是真趣味啦，就听阮伫遐咧讲我发觉讲当时阵去诶牧师有诶真正足积极诶把握着机会反正伊甲阮做伙坐车，伊也袂当跳车啦来传福音嘛，甲伊分享，我毋知即个旅程结束了，即个人敢有可能信耶稣，我毋知。但是证据已经压出来啊！如果若上帝做工，即个人将来伊可能有机会车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时咱想讲，咱做一件事，可能无啥物款的影响。就咱对人讲一个见证，分享耶稣基督的代志，可能嘛无一定产生啥物效果。但是咱若有亚即个证据，咱就毋知影要修成。今日是文理事工纪念主日，我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见证。我伫几当前。有机会受到邀请一个杂志叫做《新书家》杂志。因伫每一档因拢会做一件代志，就是因伫圣诞节的时阵会做一个圣诞的特刊即个圣诞特刊主要就是要寄去家角，或者的受刑者因会当有机会来看到即个福音的信息。因邀请我写一个，因可能中间有一个编辑捌听过我讲的一个见证讲牧师你来这个见证写落来我就写即个见证我就想讲这应该是无啥物作用啦我想到过无偌久了，迄个。新书家杂志的社长伊寄一张批互我伊寄一张批互我，即张批伫遮我大家毋知可能看无啥，看袂清楚伊的字啦我特别拿伊的名来查开即张顶面写的字就是讲伊个先伫家家内底，因为咧做伙传即个新书家杂志的即个刊物中间有一篇文章，伊看了足感动的。篇文章伊讲伊看了我无啥会完全会记住，但是伊介绍写着即个代志，我一看就知影迄是我写的迄篇见证，然后伊就讲看新书家杂志，甲要哪加送伊一本，伊想要好读，这新书家杂志的社长老讲，你看你写一篇见证有去影响一个人，我心中就足感动只是简单把迄文字写落来，都有一个人会当看见着即个见证了，会当坚定伊的信心。伊阁是一个受刑者，
啊，所以我心中有一个足大的感触，就是讲，咱若愿意做这代志，别人就会受影响。啊，所以文理事工嘛是非常重要。啊，今日咱是教会公报社的纪念主日，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公报社的文理事工，也互真侪人会当因为看到这见证，看到这真美好的分享，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互我明白，要经历你的大权能，需要通过不住的祈祷，对别人的关怀疼心，以及阮愿意分享的热情。求主，你允许阮，阮有即款的气力，透过阮本身去帮助别人，祝福别人，也同时去经历主你极大的恩典。是阮的主啊，求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真多谢蔡牧师